居住喺香港呢個生活節奏急速嘅城市，街上面人來人往，四周充滿住匆忙嘅腳步聲，同時亦都帶嚟需要不斷迎合社會期望嘅壓力。你好啊，我係 Andrew，嚟自香港嘅全健經理。我曾經都經歷過自我懷疑同埋不安，但係透過參加社區計劃回饋弱勢社群，我逐步克服咗呢一啲嘅挑戰。我第一次接觸香港青年協會係喺中學嘅時候，同啲朋友一齊參加義工嘅活動。嗰陣時我自己都面對住唔少嘅挑戰，例如係社會嘅壓力同埋無助。最出乎意料嘅係，做義工幫到人，反而令我揾到全新嘅人生意義。而喺香港，大約有20%嘅人口生活喺貧窮之中，仲有接近60%嘅低收入家庭面臨緊缺乏均衡飲食嘅問題。喺2023年嘅9月，我決定重返香港青年協會。嗰陣我得知有一個由星展基金會資助嘅全健展愛計劃。呢個為期3年嘅計劃，主要係幫助低收入家庭培養均衡飲食同埋運動嘅習慣，並支援佢哋嘅情緒健康。透過社會處方模式，鼓勵低收入家庭參加社區活動同支援小組，同時聯繫各種嘅社區資源，協助佢哋提升身心健康。透過參加香港青年協會嘅培訓，我學識點樣運用自己嘅經驗去幫助其他人，而且喺呢個過程入邊逐步建立自信。喺參加全健展愛計劃期間，我曾經遇到一位嚟自低收入家庭嘅媽媽，佢一直都好擔心囡囡嘅健康狀況，特別係佢揀飲擇食。但透過計劃嘅全面支援，我哋一齊逐步訂立一啲容易達成嘅小目標。當呢位小朋友逐漸接受更健康嘅生活習慣，我亦都喺呢個過程學識從每一次嘅小成功入面慢慢累積信心。依家我一邊攻讀社會工作碩士學位，一邊繼續參與全健展愛計劃。作為一個全健經理，每當我見到小朋友食得更加健康，屋企生活質素得到改善，我都好有滿足感。喺幫助佢哋嘅同時，我亦都慢慢建立咗自信。透過全健展愛計劃，我哋同有需要嘅人攜手同行，將每一小步轉化成改善生活嘅力量。